好，来继续来看郭文泰牵涉到政治献金甲金华城的弊案，再再度来开庭。这嘛是郭文泰身体出状况去开刀了后第一届来出庭。有未少的这个小草支持者，离反伊的外口喊求郭文泰加油。伊的太太陈培琪嘛有到庭旁听。郭文泰的律师讲，彭真心甲小秀培等人受到不当的讯问，所以因的笔录无证据的能力，而且要求验录音录影的光碟。检察官会讲同意来验笔录甲光碟。伫法庭的介护下，今日台北地方法院郭文泰早起搁出庭，即嘛是由此结束律师积水手术后头一摆露面。未少支持者伫法庭外口喊郭文泰加油，郭文泰的太太陈培琪嘛出现伫法庭旁听。顶摆开庭，郭文泰骂检方检辩激烈的交锋后，郭文泰的律师突然出招，委任律师表示讲，因认为彭真生、肖秀培甲杨志成笔录的证据能力不足，并且要求勘验录音录影的光碟，并且指出。检察官咧问彭真生时，佫讲到你敢要做移文李述德，即句讲这是咧暗示彭真生认罪加郭文泰，希望伫审理前针对相关的证据做出中间的裁定。不过法官回应讲，目前无法度判断，检方是讲会用移文做记例，是因为郭文泰做市长的时捌讲过，未过后一个移文。检方烦恼讲彭真生才会安尼讲，而且本人嘛无提出意见。颠倒警惕郭文泰是陷家己的脆皮，不过同意勘验笔录的光点。检察官在问案的时候，直接恐吓受侦讯的人。你如果以为你的那种讲法可以糊弄得过去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我想要请教一下林俊彦检察官，什么叫做我们就来试试看？你今天是在当检察官，还是在当流氓？金华城这个案件，外界真关心。台北地方法院已经将这个定期排定到11月27、5月份有7摆要提解郭文泰出庭，7月份有3摆。密集的审理就是要拼年底结案，上紧明年初就当宣判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